自2026年3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耶稣的呼召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翰福音第12章20节到5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2章。做义中去耶路撒冷朝拜有几若个希腊人。这人来见加利利的比赛大人腓力，甲伊讲：“先生，阮爱见耶稣。”腓力去甲安德烈讲，安德烈甲腓力就做伙去甲耶稣讲。耶稣因讲：“人子得到阳光的时到啦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。”食麦仔若无落地死，犹原是一粒若定，若死就结真侪麦仔。疼惜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伫即世间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保守性命直到永远活。人若要服侍我，就缀我。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，嘛会伫遐。人若服侍我，我的爸会甲伊尊重。即阵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甚物？兼要讲爸啊，救我脱出即个时刻？毋是，我是为着即个时刻才来。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然后有声对天顶来讲：“我已经有荣耀我的名，要搁再荣耀。”徛伫遐的群众听到即个声，想讲雷在弹，嘛有人讲天使有对伊讲话。耶稣应讲：“这声毋是为着我，是要互恁听的。现在是即个世间受审判的时。现在即世间的统治者得要受推翻。我对地上受举起的时，会吸引万民归我。”耶稣安尼讲，是表明伊得要安怎死。群众应伊讲：“阮听到律法有记载，基督永远存在。你哪会讲人子着受举起？这人子是甚物人？”耶稣对因讲：“光要会伫恁中间一时仔久，你着趁有光的时继续行，才袂互黑暗遮坎。伫黑暗中得行的人，毋知会行去倒位。趁有光的时，恁着圣光，互恁通成做光明的人。”这话讲煞，耶稣离开因，眯起来。虽然耶稣伫因面前有行遐侪神迹，因犹毋信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“主啊，甚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最权能有对甚物人显示？”因袂当相信的原因，以赛亚有搁安尼讲：“上帝互因的目睭袂看见，互因的心硬，才免因的目睭看见。因的心明白来归向我，我就甲因医好。”以赛亚安尼讲，是因为伊有看见耶稣的荣耀，才讲关系伊的代志。因爱人的称赞，赢过上帝的称赞。耶稣大声发：“信我的人，毋是信我，是信找我来迄位。看见我，就是看见找我来迄位。我做光来到即世间，是要互信我的人，拢袂踮伫黑暗。听我的话无遵守的人，我袂甲伊审判，因为我毋是来要审判世间人，是要拯救世间人。故作我毋接受我的话的人，有一个审判者会甲伊审判。伫末日，我所讲的话会甲伊审判。
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讲，是照找我来的爸，互我的命令，才讲甚物，传甚物。我知伊的命令为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，所以我讲的拢是照爸甲我讲的。耶稣的呼召，耶稣伫即将进入受难的最后几日，用麦仔6点第2死，才会当结出真济的子的譬如，问道有事，家己的死亡甲搁活。在当时，耶稣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，迄将是经历死亡甲牺牲，才会当完成的救赎工程。只是门徒还未完全明白耶稣的使命。耶稣每一个愿意追随伊的人发出挑战甲邀请：人若要服侍我，就对我。我伫倒位，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。1865年，英国长老教会首任医疗宣教师马可哥医生来到台湾，踮府城西门外的看西街创设礼拜堂和医馆。当时的民风保守，民众对马可哥医师的医疗团队真排斥。开始散布谣言，搅扰礼拜堂和医馆。主日礼拜的时，阁有人冲入去礼拜堂，大声叫骂、侮辱、拍算破坏礼拜堂。最后，马可哥医师受逼转往打到基后。府城的医疗报道所6月16日创设，7月9日关掉。这短短24日，却是高价运转的开始。伫世界之路高准明牧师回忆录册中，高准明牧师讲伊阿公高中的故事。1864年，28岁的高中离开福建泉州，到台南找到大姐，搁伫姐夫的杂货仔铺工作。后来，高中创业失利，敢若想要靠跋筊赢钱。有一日，伊要香烛，要去庙里拜拜，求神明保庇伊，暗时跋筊通赢钱。经过看西街，拄着民众围住，原来是一个外国人伫讲道。这个外国人哪会晓讲阮的话？高中哪听哪入迷，竟然袂记得要去庙里求神。以后，高中常常去听道理。马可医师请伊协助一寡工作，也教伊读圣经、吟圣诗。1866年8月12日，高中和其他3个人伫其后新落成的礼拜堂接受宣委任牧师施洗，成做基督徒。高中受洗了后，搁接受传道者养成班的训练，学习讲道、教唱圣诗和圣经等课程，成做台湾本地第一代的传教者。高中一生无学过汉字，简单捌罗马字拼音的白话字，一生却为主做上水的侍奉。伊伫台南看西街遇见耶稣基督，就一路跟对伊。高准明牧师讲，我的阿公高中是台湾基督长教会第一个信徒，第一个传道者，也是第一个因为传道理坐监的神职人员。耶稣毋简单呼召咱成做一个基督徒，搁呼召咱跟对伊，甲伊做伙行，互咱对着耶稣行过顺服、牺牲甲疼的道路。
因为耶稣讲：人若要服侍我，就对我；我伫倒位，服侍我诶人嘛会伫遐。侍奉主诶道路虽然艰难，却是上帝所喜悦诶。人若服侍我，我诶爸会家己尊重。这是耶稣互咱诶勉励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将家己诶性命交踮主诶手呢？独独为主活。我是毋是愿意将家己诶性命交踮主诶手呢？独独为伊活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应允，既然跟对主诶人必蒙你看重，求你使我信心回应主诶呼召，一生听主，服侍主，奉主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